谢谢。刚刚好像有点太紧张了，我乐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那个第一次来到那个礼物的店。我们这个团体很奇怪，就是那个拉威士。拉威士是我的名字，我介绍一下我的团员。那个我的左手边是吉他手，叫做小马。大家好。右手边是我的贝斯手那个达乐。大家好。然后我没有介绍到你那边对不对啊？因为你没有麦克风，你不是用麦克我的那个吗？有麦的，哦不要，那个就是我吉他，那个不是吉他手，那个鼓手，那个干燥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很高兴今天来到你们的店，然后那个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表演，然后非常的紧张啊，因为我们已经很成年了。成年的意思是很久没有出来表演了，然后其实因为我们是那个就乐团性的
对表演者啊，我们很少在做这种静态的那种很不让你那种表演，所以今天的表演会非常紧张。然后带来就是接下来就会带来我们的创作，然后因为我们是母语系列，就是阿美族，我们是台东阿美族跟花莲阿美族的综合体，然后对，就会带来也几首我们的创作跟那个一些国语歌啦，所以就创作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。刚刚那一首歌叫做《骰子认识》，就是坚持的意思。对 ，OK。